總價130萬入手深圳地鐵物業，你冇聽錯啦，而且仲要係精裝住宅加地鐵盤添。嗱，咁呢個盤嘅優缺點咧都好明顯噶。嗱，優點咧就係價格筍啦，同面積嘅3房咧比龍崗嘅咧要平成100萬啊。嗱，咁教育咧亦都係好嘅，佢樓下咧就覆蓋咗幼兒園到小學啦，轉售咧就唔憂噶啦。最後咧就係咧品牌發展商嘅物業添啦，好夠可靠添啦。咁但係咧佢係有缺點噶。嗱，佢咧首先第一個咧係期房啦，一棟咧係要2026年嘅10月份交樓，即係今年嘅10月啦。二棟咧係要27年嘅3月份交樓。嗱，急住要嘅話咧就要考慮清楚啦。現階段咧地段咧就一般啦，周邊咧仲係比較多民房啦、工廠啦，城市面貌咧係有待提升嘅。咁交通方面咧，各位最關注嘅咧就係地鐵啦。佢距離深圳地鐵19號線嘅南塘圍站咧僅300米啦。2028年通車之後咧，3站就可以換乘到14號線，直達我哋嘅福田港下北，往返香港市區咧超方便啦。咁周邊嘅配套咧暫時嚟講都 OK 嘅喎，除咗優質嘅學校之外咧，周邊咧仲有一個10萬平方米嘅商業啦、4大公園啦、醫療咧有屏山嘅人民醫院啦喺度撐場住噶啦。嗱，咁而家呢個68嘅2房戶型咧精裝交付咧，客餐廳一體連埋我哋嘅陽台啦。咁臥室咧空間咧絕對夠晒實用啦，130幾萬咧就搞掂晒啦，性價比咧超高噶啦。咁如果各位朋友想要揾價格親民有地鐵嘅教育，仲要喺深圳盤嘅話咧，呢個屋苑咧就啱晒你啦。有興趣嘅話咧就私信俾我哋，帶你哋實地睇樓。